Talk Show 台语，大家好，我是何的。大家好，我是 Sandy。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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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无可能的代志。哎，你甲我介绍一个啦。大家介紹吼，阮這個 Talk Show 台語吼，真讚的一個節目，台灣唯一第一個用台語講 Talk Show 的節目，大聲鼓勵一個。鼓勵一個，鼓勵一個，唔敢呢哦，這嘛是第一個節目，因開錢哦，請一個袂曉講台語的人來做主持人，愛講台語，啊，若是聽無吼。It's okay, I'll speak in English the whole way. OK。哎，但是無法度的時陣吼，嘛是會當講これは何ですか？攏會使啦，啥物語言攏會使。啊，是你要先來報名來參加比賽一下，訓練一下。哎，我講我甲你主持這個台語的節目，我英語會變好。我甲阿嬤講，我要主持一個新的節目。阿嬤講，哦，有啥物人遮有錢，伊要安尼了錢哈。我講我唔知影，伊就甲我講，不要緊，你若是不曉講的時陣，你就講一寡英文，吼，講一寡日文，講一寡 whatever you know。你知影啥物你就講出來。啊，我就甲阿嬤講，阿嬤我就試看覓，啊你就愛看。阿嬤講好，我甲看。而且你學台語是毋是用迄個聽囡仔歌學的？唔知影你有聽過金甲花無？金甲花。唔捌聽過。啊，我會當唱嗎？可以嗎？歡啊歡啊！慢情甲花，抹情甲，插甲半，插甲芳，規支較紅紅紅。情甲花，還是要聽班巴啦？甲。咱開場哪會遮長？啊，小長啊啦！馬上來介紹咱的冰心。好，來啦！第一歡迎咱吼平常是真夠用華語來練喙花，但是台語佫唔捌試過。好平。歡迎。大家好，我是喜劇貴公主黃好平。大家好。第二位呢是咱後一屆立法委員，一定佫要參選的李仁智。大家好，我是无秀敏培李仁智啊，謝謝。奇怪，咱那兩個冰心，那對方佫一個空的，是我要坐遐嗎？這個是咱的評審長。冰心長。哦，較大聲的迄個。較大聲的一個，嘿，而且伊逐集攏會來。誒，應該唔是我熟悉的迄個吼。這個我無想要佫看到伊啊。無，應該無啥熟悉。無熟悉好。馬上來歡迎咱的演藝界練小話之尊，伊若講伊是第二名，伊就是第二名的順哥。歡迎順哥。歡迎。话若要讲透气，目屎都飞袂离啊！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我是柯浩顺，柯是考过的柯，浩是囡仔骂好的浩，顺是顺的顺，拍扑啊一个。咱人的人生要哪会顺呢？就是365天拢爱足顺。啊，365天，365天，一年有365天，365天，365天，一年有365天，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算到尾啊一定有365天。俗语里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为用家人庙口食红烧满。是哩。台语要讲了好，心情爱真好。台语若要讲了好听，你也啥物拢唔惊，吼。这真正咧，囡仔甲抱咧，恁祖妈甲伊拼。俗语讲了好，人呆看面就知，人戆是看行动。今仔日请这两个，应该是无够工钱。好，安尼今仔咱的节目咧叫 Talk 小台语，互大家看了，逐工拢是好日子，感恩。哎呀！感謝順哥，謝謝。是，我为啥来去吼？好。
好，顺哥请坐，欢迎。哇，有够精彩的。哦，就好听呢。完了。马上甲咱秀台语，你甲看卖。系啊，安尼后壁的人要安怎做？后壁选手拢唔免比啊啦，这是伤过厉害啊！该叫车啦，该叫车吼，叫车，啊是甲顺哥叫车，啊无后壁我无得出。拄啊好，今仔日伫这只录影，我免叫车，因为阮兜住伫后壁。紧的啦。但是讲真，功夫店的呢，主神呐，我有些主心，有些一类，有些二类不一定。我是李律安尼拍球安尼，安尼。咱节目吼，今仔日我都报出吼，真正有足多单位，咱爱甲好好啊，甲感谢。感谢台北、台中、甲台南的喜剧团体。哦。喜剧团体要安怎讲？喜剧的团体。嘿，迄就是我要讲的喜剧团体。因的代表差不多100外个。哈？这侪人？所以咱节目一开始，咱有办一个海选。啊，无安尼，咱来看一个 VCR， 安尼好不？好，嘿，做伙来欣赏海选 VCR。我最近啊，我就足爱看这吼庙口的啦，看一个迄广告迄老师傅吼，伫家己伫遐咧喷翠花吼，互人感觉讲哇，我后摆我讲我是毋是有一个机会，会当甲伊共款。你若是无法度面对家己的人生，你就无法度来讲练水花。你认为讲你家己的故事拢无趣味的所在，你认为讲这无法度互别人知影，哦，你就无法度讲好这个练水花。你会当互你的口语的语言、身体的语言，佮你的思考拢斗做伙了后，迄款表演才会感觉有迄款统一性。尤其咱是台语，爱甲台语先练好好。来，两位老师好，吼。是，你好。是。啊，咱今仔日吼，责任重大。哦，这几百个选手，爱慢慢来看。经出到这个节目吼，未来的精英，成功一定爱拍拼。对。但是拍拼无一定会成功。有影。第一位吼。第一位开始。开心的台语讲，欢喜。咱快乐台语讲，快乐。爽。来，各位乡亲、士官好朋友，大家坐过来。乡亲这台南的。啊，恁大家要看卖，我的职业是啥物呢？小等下东起，迄类保单这大类，你要大家要看卖啊，我做啥物？伊敢会徛遐，大家好。收过面嘿，叫一个保单，叫一个香蜜，我是做艺术。大家好，我叫罗一书。保人8月好，我伫选伫暗时啊出门。为什么我选伫暗时啊出门？因为暗时啊吼看袂到。rapper 会当用台语来讲个老舌。好平，你有台语 rapper 无？今仔日我有伫头背第一歌灵歌正粉肠猪刀油，只还有猪尾溜哦，安尼。rapper 是迄以后甲较后壁。我嘛会当加一个 tempo 啊！今仔日我有伫头背第一歌灵歌正粉肠猪刀油，只还有猪尾溜哦。无表演无代志，我怎么要甲看？大家好，我是阿弟。停！这个画面就是再讲我过啊！无啦，我想讲这部一定要有一寡好看的，无？小我小，这个过。来 ，HV， 不可帮你倒下麦克风。你叫谁？我有很歹哦，你叫我碰过。我想看看这哦。我第一时间还在想，应该没有听出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啊，脱口秀台语是台湾第一个台语练水花比赛的节目。阮要找找戏剧的人才，培养新生代的明星。除了3个专业的评审以外，以后还安排练水花界出名的3个导师做训练哦。是倒3个吼，嘿嘿，看落去恁就知咯。比赛规则是：第一季会先选出有实力的歌手，有过关的才会使进入第2季的比赛。第2季会选出前3名，第3名5万块，第2名8万块，第1名20万块啦！头前3集，咱互选手入来电视台录影，等因自我小解，互大家熟悉了后，正式比赛就要开始咯。
真精彩呢！哎呀，安尼吼，咱所有选手吼，这 VCR 拢看过啊，马上要邀请咱今仔日第一位选手。好，就紧张诶，哎，来欢迎咱的威德。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为高雄来的威德。我这个人上大的毛病就是做代志伤认真。读大学的时阵就知影这个毛病啊。老师伫台顶咧讲，我伫台骹咧听。考试的时阵袂晓写，我就认真甲做表。结果老师抓着，老师甲我讲：威德，你若要毕业，你着较认真呢。我真正开始认真读册，后届的考试真顺利，我家己感觉我考得袂歹。结果老师找我讲话，伊甲我讲，这个成绩你可能爱开始考虑找头路。过来，我感觉人生上幸福的时阵，就是陪阮2岁囡仔佚佗。做侪朋友会走来问我讲，威德经营婚姻的秘诀是啥物货？我伫遮认真甲大家分享，经营婚姻的秘诀就是莫结婚。会水哦。为着联翠花，我嘛真认真。我会为高雄塞车去台中，就是为着联翠花。台中场地负责人梁哥看到我，威德啊，你安尼塞车来回5点钟，就为着上台5分钟，你是真心爱联翠花呢？我讲无，梁哥，我是真心爱开车。梁哥讲，你安尼塞车5点钟，敢真正有价值？为着连翠花只有5分钟尔，但是离开阮某5点钟，我爽到变去。谢谢大家，我是威德。嘿，欢迎威德。你好，你好，为高雄来的威德啊。真认真咧离开某。你笑了真大声，你嘛是有这个想法就对嘛想要离开某嘛。拄则对你拍破上大声，过来就是顺哥啊。我的求生意志非常的坚强，是，所以要甲大家报告，我是足爱阮某的。哎呦，好啦好啦，因为伊就离过啊，你敢无离过啊？离过啊，像我无离过，像我无离过，我结婚就袂离婚。你放心，我刷来就是你啊。先结结啦。但是要甲威定吼，甲你建议一个代志，是，比如讲你今日要讲3个笑话，你家己有设迄个点，可能。这个观众朋友伊会笑出来，但你比如讲你第一个笑话，大家无笑对不对？是，你小可揪去。你可能爱开始考虑找头路。是，唔通揪，是，因为呢，咱要讲笑的人哦，面皮爱足够的，拢无人笑，咱家己爱欢喜。了解。就安尼等于哦，再去改一下剧本的。是啊，好，今日感谢威德哦，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多谢。安尼刷来呢，欢迎澳洲的选手阿金，欢迎。哇，是真的假？真的啊，阿真啊，耶！阿嬷拢还好，讲我一大张，正大张。以后若是无人治，是要安怎？迄查某孙吼上高的就是双骹打双船。我就是顶到有名声，下到有出名的铁腿王啊！哦哟！哎，慢点走！哎呦！伊拄则伊讲的内容，足济我拢听无啊。这个台语文化，若有几十人要讲，是咱这个文化永远都当流传落去。顺哥伊拄则讲的以上的言语，就是为伊呢选芭比咧辩解，是不是安尼？对啦，同款是这种的人，你有啥物建议？真心我绝情。你哪一直咧帮你爸爸咧拍歌，你是？我学台语就为听歌来的嘛。我以前就爱唱迄条歌吼，阿嬷袂讲话，对，阿嬷袂喘气，阿嬷唔捌字啊，唔捌。
爸是真的假？真的啊，真啊，耶！我是屏东人，你敢知影屏东上高的是啥？市猪，高滨桥一过。熟悉的气味，故乡的气味，猪西猪。我甲屏东同款，日前活跳跳，敢若像一只山猪咧，哭哭走，滴滴隆，佮扑落讲的喂。好笑好笑。讲到转来吼，我是阿嬷带大汉的囡仔，啊，我阿嬷就想讲，妹妹啊，你安尼肥准准吼，大家拢倒做讲我安尼肥准准，就是看食互肥肥，计互推推，无咧做代志。我是讲拜托的，我吼骹手是足溜的，你敢知影有偌溜的？真溜的。是哦，我伫对看过哦。无毋对，真溜的。真恐怖。所以我阿嬷拢烦恼讲我一大丛，真大丛，以后若是无人治是要安怎？哦，拜托的阿嬷，你敢知影你早孙上高的是啥？你早孙吼上高的就是双骹打双船。我就是顶到有名声，下到有出名的铁腿王啊！哦哟！哎，慢点走！骹手足溜的啊！哎呦！那么一只花蝴蝶，有溜达无？有溜达无？哇！溜达是溜达，但是淡薄仔喘啊，我喘一下，等我一下。哎，第一摆看到野会喘吼。多谢大家，我是阿嬷带大汉的屏东囡仔阿丁，谢谢。多谢你拄食迄招那个电落的时阵啊，阮平心和平啊，一顿咧戆去呢。对啊。免惊，伊头路已经用配滚水食2粒新车药啊。这无代志啦，这应该细汉有练过吧？自细汉，阮母也都互我跳舞。啊是你要跳舞一个，互你跳一个。会使啊。来跳舞，好不好？来，互你跳一个。有啥物音乐放一个无？哎呦喂！无简单，搁袂歹，伊是认真要跳舞呢，真正认真，但是伊鞋啊脱掉内底，搁有一双鞋啊呢，无毋对，想袂到吧？但是毋知是安那，我看伊跳舞，就想要食伤母鸭。哪讲规个人拢摇起来啊？我开始讲是行迄个一只猪安尼，一直洗。无伊这人真正就活泼咧，就高级的。可是无简单，有别个迄个 talk show 的人的迄个无共的功夫啦。是，系啊。啊，但是有一句吼，要甲你提醒，是是囡仔，毋是囡仔，囡仔是咧缀囡仔，嘿，咱要去选举，囡仔，对，签名当囡仔，迄个囡仔，哦，啊囡仔甲亲仔，亲仔是咧亲物件的吼，亲仔，嘿，等于小加一个，安尼就足正确的，袂歹，感谢阿金，我摕只鞋啊，要穿鞋啊，好，刷来呢，顺哥，芭比来哦，芭比，嘿，和平家，欢迎芭比，欢迎。大家好，我是芭比。啊，你好。我即马伫世新大学读册，嘛是一个网络节目的主持人。我平常时嘛有咧经营家己的自媒体，啊，毋过我阿嬷袂晓用网络，所以拢无法度看到我伫节目的模样。但是我的阿嬷最爱看八点档，所以我有去出演过几摆的八点档。我会记得我伫电视顶悬讲的第一句台语是：我去叫伊先过来。啊，毋过等
转去我的厝了后，我的阿母就甲我讲，足够的呢，只有我的阿嬷哪笑哪讲。操你呆啦！啊，为了我互我的阿嬷会当家伫电视上看到我，所以我转去了，我就甲我阿嬷讲，阿嬷，我甲你讲，我要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我的阿嬷竟然去甲我笑，哎呦喂啊！操你呆嘛会当练水花哦！哼，阿嬷，我一定要做互你看。今仔日会当来遮，甲大家做伙来参加这个节目，嘛是真正真正足荣幸的。我一定会继续拍拼，继续努力，继续学习的。多谢大家。芭比。其实吼，伊拄则伊讲的内容足济，我拢听无的。我是听了后，我决定我无爱讲话啊。我惊讲我阿嬷会讲我臭年代。我想要问你，你拄则讲你去翕8点档对无？你讲迄句话有人听有无？伊句话到底是啥物？叫医生过来。我去叫警察，叫医生，赶紧去叫医生啦！叫医生嘛，叫警察是你的心声啦。不是你讲的迄句代。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这是我做评审以来入影艺界第一摆呢，看到比赛选手，敢若咧研究科学咧，遐尔啊认真喎。我去叫医生过来。究竟伊是咧讲啥话？足认真看，但是我是感觉安尼啦，这个台语文化，若有加一人要讲，是咱这个文化永远都会当流传落去。是啦。即摆顺过伊拄则讲的以上的言语，就是为伊呢选芭比咧辩解。嘿啦，是毋是安尼？嘿啦。是你拄则听无？你讲换目镜，你当作无看。你换目镜无？你是当我做律师哟？你拄则无换目？我上这就法警尔，这个和平警的啦。对啦，和平你也讲者，你也讲的啦。无，我真正讲，我感觉讲迄芭比有淡薄仔伤过认真伫咧做自我介绍，所以讲规段吼笑亏的所在较少。吼，像讲迄句讲啊，我伫咧电视上讲的头一句话叫做我去叫医生过来，你会当讲啊，阿嬷就问讲啊，你即句话连起来是要创啥？你就甲阿嬷讲，无啊阿嬷，你出代志的时阵我就喺度讲啊，我去叫医生过来。安尼就有一个小小的笑亏会当用，所以讲你就会让互家己的自我介绍较趣味。对，安尼啦。哇，同款是即种的人，你有啥物建议？我的建议吼，就是讲，这个世界吼，你得爱认清一个代志。啥物代志？真心换绝情，真心换绝情，换绝情，先哥。想要讲台语，我嘛受足久，我受3暝3日啦。哦，受你3暝，你哪一直咧帮恁爸爸咧拍歌？你是？无，我学台语就为听歌来的嘛。哦。我以前就爱唱迄条歌吼。阿嬷袂讲话，对。阿嬷袂喘气，阿嬷是捌真济，阿嬷袂知啊，哦，阿嬷唔捌你啊，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唔通搁唱落啊！因为阿嬷咧天顶就兼讲话。阿嬷若是出代志，就有人要讲话啊！你要讲啥？我去叫医生来，叫医生来。对啦，感谢芭比，谢谢，请坐。再来欢迎咱后厨的选手大乌。大家好，我是大乌。是。我是一个婚姻人，婚姻就是比较较庄脚的所在。我婚姻的厝啊，阮后壁就是灵骨塔。朋友来阮兜拢问讲，啊，恁住遮拢袂感觉毛毛的呢吗？毛毛遐，毛心内毛的呢。我就袂啊，因进塔时毛拢烧了。迄个灵骨塔嘛是阮妈做工课的所在，无毋对，阮妈是蒙阿堡的管理员。啊，以前去朋友因兜，朋友因妈妈拢问我讲，恁妈咧做啥物的？我讲，阮妈咧卖厝的。阿姨，你若要看厝，会当来找阮妈哦。阮个厝甲别位无共款，你要啥物方位拢有。看你要
一人500，一帮5人，一当5三，一西5当，在你选。你要兄弟姊妹带小我，还是规家我带规排，拢会使。而且吼，你看别位买厝啊，愈悬的愈贵，阮遮无共，阮愈悬的愈俗啦。啊，咱带厝上条啥物无？惊歹厝边嘛，阮遮厝边保证袂差。啊，我大学是学会计的，我正伫咧保全公司上班，客户定定甲我怀疑啦，讲你一个学会计的，我若拄着歹人，你是会当帮我做啥？我会当帮你找伊算账。我今日就介绍到这，连江继续甲大家练嘴花、讲笑话，多谢大家。对，哎，高水高水，来，你好你好。你是目前为止咱所有选手咧表演时阵，歌声上济就是选手。哎，你讲的第一个笑点，米林子也笑噶。我从头都在笑，不过我要给你一个意见建议啦，吼，就是讲，阮妈，你用讲阮母安尼有较亲切无？哦，迄是婚姻的人讲阮妈。哦，安尼哦，迄是婚姻腔遐。阮安尼啊。你是古早时代哦，伊是2023年的时阵，嘿，就有咧表演啊。开始去上练嘴花的课。哦，你有上课哦？阮老师下骹。哈，老师今仔你好。日感觉你的学生表演了安那？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哦非常好笑。非常好笑。老师肯定啦。最后一个建议啦，好，你会使用一寡吼俗语，比如讲吼，哎，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人讲吼，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啊，嘿，所以这厝边头尾吼爱好，好大了才会舒适啦。好，无你大声甲话，有意见无？无人有意见。哦，因为伊拢死了了。你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因是困甲袂好爬起来啦。哦，因拢袂差啦，对，较安静。真好的。安尼迄个故事吼会较丰富啦。好，赞，袂歹。袂歹哦，谢谢，感谢大谢谢大谢谢。我上头听的就是大工拢爱介绍我家己。你哪会国语讲了遮好着？歹势吼，我英语无好。啊，较少年的人就问我讲：哎哟，你黑人敢会食巧克力，夹着你家己的手？我嘛拜托一下，你食泡面敢会夹着你家己的手？无吧？欢迎后一位选手东边，欢迎。讲来到公司台台，若是要吃亏对食来，心肝有出头好开呀，毋是操蛋有愈使，毋是啊操蛋有愈使咯咯哟，搁一拍。讲要听笑亏啊，讲暗食来，要人灵，教人使。吼，啊，若是心肝要透开，就紧来看吼。啊，我遮要甲大家报一空，真正是好代。哦，这名声吼，日本非常名声是透电工，嘛会晓写册，嘛会晓演讲，啊，唱歌啦，其实是学了足侪项。啊，人讲吼，日本和尚其实袂轻松呢，才会来娶某斗帮忙啦。啊，毋过娶某是我无忙，因为元宵15我拢去头晚仓。人讲头晚仓是要嫁好翁，啊，若是嫁吼，阮是有阴阁有阳啦吼。哎哟，拄则讲吼，迄若是阿嬷吼，听到叫医生，迄无打紧；阿嬷若是听到讲要叫法师吼，迄个代志就大条啊。所以爱把握好无？爱把握会当听会受人甲你讲话时阵，多谢大家，我是东边，欢迎东边。唱嘛！
安尼讲惨啊！阮20万已经要送出去啊！哎呦，你心目中第一名，贵呢，后壁还有人呢。拄仔伫后壁看，你有感觉因有厉害吗？无。嘿啊！拄则先伫讲你的表演第一名，但是咱的评审是安怎看伊？如果伊若真正第一名，已经咱的心态，咱都小甲探讨一下。看到头前这4位，后壁还有3位嘛，伊拢用到超多的心情咧，甲超多。无啊，你甲大乌会当合作啊！你念金，伊买灵骨塔咧。对咧，讲一刷咧，上去啊咧，自扣。干啥啦？你当作阮是人客吼。要么讲我讲实在，就是东壁其实是我台语的老师，就是我迄时阵主持记者会，我台语无练转，所以讲我找伊啊学台语，然后吼就会教我改真济物件。交流啦，交流。交流。然后我感觉讲伊厉害的所在是讲台语真自然，所以讲袂紧张，吼。像讲我头前的选手就是淡薄仔紧張，所以講講起來無自然。哦，我感覺你真有機會。袂歹，這個袂歹，袂歹，這袂歹咧。感謝東บิ๊，謝謝。我跟有後一個要來啊！誒，歡迎後一位選手志源。哎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李子妍，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是的，我是一个新闻主播，啊，不过今仔日我唔是要来报新闻，是要来甲大家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李子妍。我的字是演是研究的研，这等一个可爱记哦。我出世伫咧4月是春天花开时。古早人嘛讲4月是读书时，所以妈妈甲我号名子妍，希望我亲像花同款，万紫千红的水，应该有吧？有，多谢。啊，为着莫辜负妈妈对我的期望，我足认真读书，我有读到研究所毕业。啊，我的专业我伫咧研究的是拍锁匙，啊，做开锁。水哦，其实会蛮好。啊，若是讲到我的梦想吼，我写了嘛袂歹嘛吼。读大学时我英语、日语拢真好。若无我来去考一个空姐，搁水搁有内在啊，嘛较专业，啊顺续会使环游世界，甲我子妍这个名符合。嘿，我来考一个。为了这，我有认真学习无。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本日は日本航空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We're short leave. We are what? 乱流啊！冇一盖，乱流拍谁？这把是乱流啊！是 One more time. Did you guys fasten your seatbelt? Is it good? Yeah.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safely. We hope you enjoy your flight. Thank you. 不过即马咧，我是一个新闻主播、演员、主持人，我嘛是国小的老师。这是我头一届练喙花，真欢喜会使来参加这个比赛。多谢大家，以上就是新闻主播李子妍的自我介绍。我是李子妍，子是的子，妍是 ，Thank you 的妍。多谢大家，谢谢，欢迎子妍。你好。我会记得你是咱公司台语台的主持人嘛？对。对嘛？哦，有家己的节目啦。修成的迄一天，一个囡仔节目。哦，已经是身为一个主持人啊，哪会过来参加比赛？对啊。因为咧，平常时咧讲话，台语其实讲了无遐尼认得。啊，其实我咧厝会讲，只是阮兜讲台语的时阵是国语啊、英语啊、日语啊，参咧做伙讲的。我就想讲有一个即个比赛啊，全部拢是爱用台语来讲。虽然我拄则有讲日语啊个英文，啊，毋过嘛会使来练一下。我甲阿嬷讲，我阿嬷讲袂歹啊，你逐工拢咧厝甲我搭喙鼓。你会使来试看觅参加即个比赛，因为我足够甲我阿嬷练小话。哦，伊讲台语，真正有够顺的呢。我跟你讲，你有发现无？伊拄则讲的话，佮无伊即马讲话较顺。因为即摆放足轻松的，嘿，啊，所以其实讲是伊的卡本吼，嘿，莫遮硬吼。其实安尼伊即马安尼讲是有够顺够好听啊，而且伊做主持人嘛，所以出来迄气势是。这5个内底上有气势的，上有气势。气势，伊拄则安尼甲恁对话，其实我感觉比拄仔讲的更较顺。
好，我以前有看过你，我伫咧主持活动的时候，你指挥学生伫咧排队有无？我甲你讲，伊指挥学生的时候真赤。赤白白，足恐怖的。你讲你咧主持，伊伫咧台顶做老师，伊咧指挥学生排队啊、颁奖啊，迄个时阵会赤白白的。所以我期待去听到吼，甲这个物件有关系迄个故事，应该较趣味，较趣味。这个人，你是来警报还是来？这毋是我选的哦，这毋是你选的。我真正要解说者，我要甲我女朋友解说者，吼，我来这节目我全是咧要警报，无。你敢真正有女朋友？知影心存啦！你这个无路用的查甫人。讲一句实话，你是有介意阮子言还是芭比？皇上，请互我死！我要倒来，你哪会无倒来？找女朋友，莫叫我选啦！我本来好跳，拜托的。你一个查甫人，这么无志气。歹势啦，歹势啦。无你讲，顺哥你讲，顺哥你经一个。这拢跟我无关系。我选阿金啦，阿金啦。阿金。好啦，感谢志言，谢谢。谢谢。谢谢。来，选后一位选手陆艺书，欢迎。大家好，我叫罗艺书。大家好，即马才开始。大家好，来这个节目进前啊，每一个人都爱写一张介绍家己的表。你这世人做过上少的代志是啥物？所以我就写讲，我伫电梯内底放屎。我写完才发现，伊下骹有一排足细排的字，你爱真正有做过这件代志，才会当甲写起。我惊一个呢，好佳哉，好佳哉，我真正有放过。后一位选手陆艺书，欢迎。大家好，我叫罗艺书，真正有意思的罗艺书。我细汉就来台湾啦，来台湾真久。我上头听的就是大家拢爱介绍我家己。哦，你哪会国语讲了遮好着？无道我细汉就来嘛，所以我拢会甲讲，歹势吼，我英语无好。较少年的人就会问我讲，哎哟。你黑人敢会食巧克力夹着你家己的手？我嘛拜托一下，你食泡面敢会夹着你家己的手？无吧？我8岁就来台湾啊，阮爸伫富冈山出家，爱带我来，所以吼，我细汉就来台湾。我伫台湾。做音乐无？我做音乐，音乐，我伫遮吼，真正受过紧张啊，嘛无准备介好，但是真欢喜，会当来到遮练水花，连讲我会准备更较好势，互咱大家笑嗨嗨，感谢大家。欢迎陆艺书，水啦水啦！英文美丽到讲了真好呢，哇！而且我是感觉有满满的心。陆艺书，你伤紧张，你帮我轻松。我感觉哦，你哦讲迄个开口比真济吼，定定讲华语吼，搁转来讲台语的吼，迄个发音搁较标准。多谢。无简单啊！对，真无简单。你今年几岁？我8岁来，即马33岁，所以我来几年啊？25年。哦，25年。我不爱算啊，所以我拢问别人。哇，
请问吼，啊，你的爸爸即马搁是伫佛光山出家吗？对嘛，搁是伫佛光山出家做师傅对。应该你的爸爸毋是迄个东壁吼，应该毋是刚才。是妈妈。哦，妈妈。是妈妈啦。啊，你即马伫台北做啥物代志？我即马做搬厝，啊，若要搬厝会当找我。啊，为什么我会做搬厝？因为我做搬厝会当摕个较济时间来到遮，甲大家练喙话。哇，为着咱哦，这真正是满满的心意啊！稍等咧，稍等咧。是，安尼咱今仔日这个节目吼，会当开一间公司，迄边有研究所的，迄个甲迄锁匙拍开，啊，这个就听我去搬厝啊，嘿。是查啦哦，开一间公司偷物件就对啊。所以你今仔日来到这个舞台，我想要问你上大的目的是啥物？想要甲我的台语讲了更较标准，更较好，更较练长。哦，水哦，水哦。阮爸是奥地利，阮母是南非，啊，我是啥物人？台湾人。漂亮，高家肉艺术，谢谢，谢谢。马上欢迎奥军选手单派别，欢迎。大家今仔日好无？好，我嘛足好诶。大家好，即马才开始。大家好，我号做单排密。啊，恁大家嘛会使叫我山猪，因为我较早伫游览车面顶伫咧卖山猪肉。等我一下哦。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阿公阿嬷。大家安大家好，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阿公阿嬷，大家安大家好。阮头爸有讲，阮兜的山猪拢食素的，所以你若食早早的人，囥伫咧喙的，头头含的，含到10点才吞落。对，我就是迄个自细汉伫游览车面顶。骗阿公阿嬷骗到遮大汉的山猪，哎呦喂啊！骗到遮大汉，你甲看卖咧吼。平常时的兴趣是唱歌，专长是变魔术。哎呦！想要看？想要看的人，哇，大家拢点头讲好看，啊，毋是还袂看。其实讲到遮已经有淡薄仔喙焦，拄啊好，我看到恁边仔拢有水，毋过迄恁拢啉过啊呢。但是不要紧，因为我有传速讲。只是这速讲较特别小看，因为这速讲是一支较大，哎呦，夭寿，较大。你迄是安怎唱这个遮大支的速讲？这有淡薄仔过气啊啦。大无怎会出来就对。对。这是好速讲吧？来这个节目进前啊，每一个人都爱写一张介绍家己的表，内底有一寡问题，真是莫名其妙。其中有一题，伊问讲，你平常时有啥物特别的兴趣无？譬如讲，跍伫涂骹看狗遐。我看到时阵想讲，你哪会知？毋过我拢是用坐啦，跍的嘛伤忝，迄狗遐行路遐慢着。我就想足久，毋知要写啥物兴趣啊。总无可能写讲我的兴趣是去游览车面顶骗阿公阿嬷吧？拜托诶，迄是专长。所以无法度，我就只好写讲我的兴趣是去庙内底拜拜。然后伊佫问讲是安怎你会有这个兴趣？我去拜拜就是祈求平安，借钱免还，免做工课就有钱通摕啊。所以我就写讲，咱无法度去为难别人，只好去为难神庙。你无看到迄菩萨拢比安尼吗？就是你有啥物问题找伊，会使啊，伊无一定会甲你斗相共安尼。啊了，我就继续写，伊就讲问讲，你这世人做过上痟的代志是啥物？我想了足久，我遮正经的人诶，哪有可能做过啥物足痟的代志？毋捌做过啊，无这种代志，所以我就写讲，我伫电梯内底放屎。我写完才发现，伊下骹有一排足细排的字，伊写讲，你爱真正有做过这件代志，才会当甲写起。
惊一个呢，好佳哉，好佳哉，我真正有放过。我是自细汉伫便所，毋是便所，自细汉伫电梯内底放屎。大汉了后去游览车面顶卖沙猪肉，今日徛伫遮，甲大家练喙花的单排味，多谢大家。耶！欢迎排面，单排面，你的速讲哦，烧好。迄个时阵是伫咧新闻台看到伊伫咧游览车顶悬咧卖，拢无表情。嘿，安尼把甲老人骗，你嘛无表情。安尼经过几年啊13岁开始。啊，即摆25岁，对，迄是12年前的代志啊。对啊。想起来敢若昨的代志吼，嘿啊，印象足深的。因为看到你的外表拢无改变呢，嘿啊，拢无不管遮尔细汉嘿。我阮兜上悬的安尼。哦，安尼恁兜买厝会使买较细间的，细间的你找啊，细间的找迄个。伊的迄个笑点，甲伊的迄个喜感吼，敢若天生的。哎对，吼，真准啦吼。嘿啊，敢若头一句我就笑出来啊。对啊。大家好，哦，即摆才开始。大家好。我毋知有影怎呢，我就感觉足好笑的。你是挑伫故意，还是你都？毋是啊，我想讲奇怪，别人要开始讲的时阵拢足安静的，啊，我要开始讲的时阵，哪会遮侪声？都冰冰冰冰。哦，我感觉伊的效果是足天真的。哎，你那带咧等啊，我来讲。是讲吼，哪有人会伫咧电梯内底放屎这是啊？系啊，你当然。这是你的兴趣，还是你的专长，还是啊？这是什么镜头？啊，就耍甲袂虎棒啊！你敢像耍甲袂虎棒？甲隔壁厝边，我足细汉的时阵啊。哦，细汉。哦，是细汉的时阵啊。我感觉今仔日哦，看到这选手哦，我感觉足欢喜的。我甲美玲姐的同款，我感觉哦，这个文化真正呢是非常有这个能力甲实力，通个传落去。找一天，咱讲哦来上课，大家来互相来交流，互恁更较稳的，安尼好唔好？好。感谢派面姐姐。摕你的速讲去边仔坐好。所以咱今仔日呢，所有呢8位的参赛者拢表演了啊！恁感觉因表演了安那？水啦！水啊，有水无？不管好唔好，我真正甲恁感谢，恁今仔日有这个勇气甲诚意来到阮的节目，带来恁的表演。啊，今仔日就放过家己啊，去啉2杯啊！好好食一个饭啊，好啊，休困一下。再来啦，再会，谢谢，感谢咱比心，感谢各位，谢谢，身体辛苦啊！耶！来，收工啊！才第1集就这么想收工，压力太大，也太想收工了吧，大家。已经哦，3暝3日没困呢。哎，拍个大合照，第1集不容易，并不容易。对。